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16节到22节，搁45节。创世纪36章第1节到第8节，使徒行传第18章24节到2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热心。伫昨昏的读经分享中间，咱讲到爱认真来追求。其实认真追求上需要就是热心嘛，吼。咱也提到着老底嘉教会的问题，咱讲伊是一个无小无冷的教会。牧师分享到这个启示录第3章圣经中间无小也无冷，毋是咧指温度的问题，是在讲因为水的温度的变化所带来这个死的菌所产生真臭的水。启示录提到着讲，上帝讲我足想要甲你吐出来啦吼，还是讲我足想要爱你，若是烧还是冷安尼吼。伫即中间咧讲，若是冷，是咧指哥罗西的冷泉。这个泉水呢，有真丰富的矿物质，做成土地真肥，所以因也有即种真好的这个目药膏，所以嘛伫遮有真古老的这个医学院的设立，特别用这个耳科甲眼科做出名啦吼。另外嘛，因有生产着乌山羊仔甲木制品。咧讲热，是咧讲着希拉波利的热泉，伊嘛是有真丰富的矿物质，所以就称作这个 thermal spring。伊这个矿物质会通做治疗的功能，所以也有真侪温泉的旅馆，也有真侪人来遮来受治疗。因为伊这个温泉是这个碳酸钙的水，所以当伊流落去的时阵，伫河流内底就有白色的楼梯形的这个河，这个河啊吼。这个景观呢，互人称作棉堡啦吼，若像迄棉花安尼吼。每一年吸引袂少的这个旅客。伊这个所在嘛是老底嘉的饮用水的这个水源地啦吼。因为老底嘉本身的水，就亲像圣经所讲的，也亲像因的信仰同款，无烧无冷，互人也是互上帝闻着、啖着，就想要吐。无热心就是无忠心的仆人，伫性命顶悬是得罪着上帝。所以，若无热心追求上帝的真理，就会成做图无家己私利的人。以色甲以实玛利，因就算是亲家，但是犹原为着国家己的利益来分开。来徛起，圣经的记载，下面是以色的后代，以色就是以东。以色带迦南地的查某囡仔做某，因就是赫人以伦的查某囝亚代，甲希米人这边的查某孙阿那的查某囝阿荷利巴玛。伊阁带以实玛利的查某囝，尼拜约的小妹巴西莫，阿代甲以色生以利法，巴西莫生流尼，阿荷巴
阿赫里巴嘛生亚欧斯阿兰科拉，这个是以色伫迦南地所生囝。以色带伊的某囝、查某囝以及家来拢总的人，佮带所有的精生以及伫迦南所得到一切的财物，离开伊的小弟雅各，去别个所在。因为伊两个人的牛羊财物真济，迄所在无够通住，袂当互因做伙徛起。以色就去住伫西尼山，以色就是移动。基督徒的热心追求，袂通只有用家己的角度来思考信仰，或者是讲追求家己的祝福，乃是爱追求上帝真理的呼召，互人得福的使命。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28节记载着一位当初时的圣徒，伊的名叫做阿波罗。伊到伫以弗所，伊不但是有好的口才，对圣经也真了解。伊受过真好真理的教导训练，并且热心来宣讲。伊的教导非常正确，但是对伫洗礼的人物却是有偏差错误。对伫洗礼的人物错误，也真可能就是造成哥林多教会分裂的因素之一。后来咱也看到保罗伫哥林多前书中间捌提出，教导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毋通分裂。因为无论你属伫阿波罗还是保罗，拢无应该爱分离教会，都爱合一伫基督里。今仔日经文提到着阿波罗的情形，圣经讲有一个伫亚历山大出世的犹太人，名叫做阿波罗。伊来到以弗所，伊有真好的口才，对圣经嘛真熟。伊对主的道路有受过训练，热心来宣讲，真正确来教示耶稣的代志。不过只有知约翰的洗礼尔尔。伊伫会堂有好胆开始来讲道，毕基拉甲阿古拉听到伊的讲道，就带伊去因兜。佮较正确甲伊解说上帝的道路。后来阿波罗决定要去阿盖亚，以弗所的信徒就甲伊鼓励，写批互阿盖亚的门徒，请因甲伊接待。伊到遐以后，遐个对上帝的恩惠来信主的人，受到真大的帮赞。因为伫公开的辩论，伊有用力的话，用有力的话来辩倒犹太人。根据圣经证明，耶稣就是基督。阿波罗的热心追求，值得咱来学习，因为伊不但学习，伊所传讲是正确的真理。更加是热心地服侍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16节到22节，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的中间保养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讲论着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。愿找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，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是找求见伊的面。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念伊神业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16节。
伊互金鱼降落伫迄个土地，互所挖壳的米牛拢断绝。伊找一个人生气，就是受卖做奴隶的约瑟。人用骹扣扣伊的骹，用铁链链伊的颔棍。上主的话甲伊考验，直到伊的预言实现。王找人甲伊偷开，统治万民的法老甲伊偷放。王设立伊做宰相，掌管法老农庄的财米。佮通随伊白伊的人神，用智慧管教伊的长老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上帝赏赐阮热心，无互阮亲像老伫家教会基督徒共款，无烧无冷，落尾诚做一窟真臭的水，互上帝来淹没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诚做忠心的仆人，诚做真欢喜迎神悦人的仆人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